樂鄰關注組。吸濕除濕有辦法。抽濕機使用小貼士。香港天氣潮濕，屋企太濕容易有霉菌，長身出水，對身體同關節都唔好。揀抽濕機時，可以先睇屋企有幾大。一般潮濕天氣情況，相對濕度約70%到80%，可以參考以下建議：約150尺空間，用11公升抽濕量的抽濕機；約300尺空間，用18公升抽濕量的抽濕機；約500尺空間，用24公升抽濕量的抽濕機；約700尺空間，用28公升抽濕量的抽濕機。潮濕的地方要注意，如果住喺海邊山上，屋企較暗少開窗，通風唔好，建議揀抽濕量再大一點的抽濕機，效果會好啲，唔使開咁耐。揀有轆嘅抽濕機，推動較輕鬆，水箱唔好太細，倒水次數會少啲，有自動關機功能，水滿會自動停，安全啲。操作掣要清楚自帶，一睇就明。大部分家電只要使用得當，均可延長使用壽命。消費者委員會建議，使用抽濕機時應注意以下事項：擺放於平穩位置，確保機身穩定，避免傾倒，保持通風及散熱空間，出風口、吸風口及濕度感應器，不可被物件阻擋。機身四周需預留空間作散熱，乾衣時避免直接晾衣於機上，以免水滴滴入機內，影響安全。使用時關上門窗，防止室內濕氣不斷進入，提升抽濕效果。關機後稍作等待再重開。關掉抽濕機後，應至少等待3分鐘才重新啟動，以免開動電流過大及機器過熱。以及定期清洗水箱及隔塵網，以防滋生藻類及細菌，亦可避免塵埃積聚。